亲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运动的时间哦。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今日动饭是我来大家介绍运动。今日大家强下做运动，还有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以及我们的运动管理师高景荣。好，准备好吗？在运动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下暖身运动哦。好，开始呢，2只手叉腰，好，然后吸气，肚子出力咯。好啦，我们做脚往右边点，左边点。嘿，我们先来做侧点的运动。好，慢慢的，对，脚伸出去，往侧边点出去。好，我们这个暖身运动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血液循环慢慢的让它循环的更好。等一下做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柔软度会更好哦。好，再往右边点，整片，对，很好，够了，走100哦。好，来放轻松。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加上我们鼠尾动作哈。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整脚伸出来，嘿，走鼠伸出来，个变下来。好，过来走脚整鼠变下来，嘿，那我们连续动作哦，开始哦，对，走脚，嘿，整脚。记得哦，你走哑运动的时候呢，都是它那个脚力哦，嘿，让我们的身体气颠颠，然后2只脚和鼠做前后的摆动。好，各走100哦，整脚，走脚，好，放轻松。那接下来我们拉抬脚臂的肌肉哈，然后整脚扛出去。好，来2只手扛面安内脚臂，然后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然后安内脚攀呐，脚趾头向正前方，好，然后慢慢的屈下去，然后在这个地方停留5秒钟，1、2、3、4、5，好，来吸口气，吐气往左边来，好，一样吼。你的膝头没超过那脚趾哦，哈，好，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来5秒钟，1、2、3、4、5，好，来吸口气，吐气往整脚，我们再来拉一次哦，1、2、3、4、5，好，来吸口气，吐气往左脚，好，再拉一遍，好，1、2、3、4、5，好，来脚收回来。那接下来你要走的是把我们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做伸展哈，整个扛出去，2只手往上，对，然后左脚的脚掌踏把体内，好，在这边停留5秒钟，1、2、3、4、5，好，慢慢的变下来。过了一遍了哈，好，来整脚，好，在这边做伸展，1、2、3、4、5，好，个变下来。你也往左脚哈，左脚扛出去来出力，好，在这边停留5秒钟，1、2、3、4、5，好，来吸口气，吐气回来。你也往整脚哈，来吸气、吐气，整脚出去。好，然后把整个我们前侧的肌肉赖到很好，来吸气，吐气，肚时出力，在这边停留5秒。1、2、3、4、5，好，来吸口气，吐气，变下来。好，那走运动啊，脚攀还有手掌都要运动到，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让手掌，转圈圈，然后脚攀牙也自然的做一个转圈的运动。好，整脚先开始，对，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做一个转圈。好，吸口气，往左脚转圈圈。
对，很好，过来慢慢的转，好，放轻松。那以上的暖身运动走后，你手来接着走轮筒咯。乡亲朋友，我们已经做好暖身运动，接下来呢，按手来走轮筒咯。今天走的轮筒是预防骨质疏松哈。用办讲嘞，家里如果有长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越来越老你会感觉个骨头会胖胖。骨头胖胖溜溜个对一下或扣一下骨头是会团的。所以呢，我们要如何预防呢？所以听点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那今天运动准备一招就是哑铃假使讲你不卡没有哑铃的话没有关系，你是走在像我们的锦农老师一样，走在准备保特瓶。好，那保特瓶呢？你走在地板撞到水，有一个压力，因为你也认同当我们的身体有一点压力的时候，给肌肉一点，还有关节一点压力来讲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不会流失，这样子对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好 ，Give me answer 来走认同咯。好，一开始呢，脚可以稍微比你的肩头溜溜好发低的，好。两只手握着哑铃，或者是我们的保特瓶，好，那膝头做得溜溜个弯，好，假使讲你要气切没做得，好，不过溜溜个弯好好出力，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让哑铃赖我们的胸前，不是赖臀骨，因为赖臀骨会耸肩，这样反而你肩头的肌肉会酸软痛，所以呢，偏偏赖起来。好，吸一口气，吐气，数口存下来。好，听听爱狗走一遍哦。好，来吸气，吐气的时候把哑铃拉起来，肚子要出力咯，身体要起动。好，来吸气，吐气，够慢慢的变下来。你搞了一遍来吸，吐气，哑铃卡起来。好，来吸一口气。吐气，慢慢的存气，很好，搞了一遍吸，好，吐气，肚子够力咯。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存气。好，我们脚收回来，休息一下。你搞了走一遍了好，来，让两只脚打开。好，膝头溜溜个弯，一滴滴的时候，好，手自然下垂。好，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两只手让哑铃拉起来，记得咯，肩头不要耸肩，要自然。好，来吸一口气，吐气变下来。好，搞了一遍咯，吸气，吐气拉起来，很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给变下来。好，搞来，拉起来。好，吸一口气，吐气，给变下来。好，搞一遍，吸气，吐气，拉起来。好，吸一口气，吐气，给慢慢的变下来。两只脚收起来。好，那接下来走轮筒呢，一样把两只脚跟与肩同宽然后两只手呢，自然的下垂。把你的肩头尽量放轻松，你扭到手就是顺着我们哑铃的重量往下垂，肚子够力。然后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手慢慢的打开，不用举那么高，因为有的人因为没力卡臀骨，反而肩头用身体或肩头的力量，这样是不对的好，我们变下来搞了一遍。好，来吸气，吐气，溜溜打开来。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给变下来，搞了一遍来吸，吐气。好，我们在这边停留5秒钟，1、2、3、4、5。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给慢慢的变下来。好，搞走一遍来吸气，吐气，让手慢慢的打开，很好哦。好，来吸气，
吐气的时候呢，肚丝够力，手慢慢的变下来。好，那我们也可以加入起头6个腕。好，我们再做一次吸气，吐气的时候手慢慢的，对，打开来。好，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呢，手够变下来。好，搞了一遍哦，吸气，吐气打开来。很好，来吸一口气，吐气，手够慢慢的变下来。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姿势。好，接下来你要走一次深蹲哈，然后两只脚打开，来打这走一遍哈。两只脚让你的肩头平翻，好，两只哑铃哈自然的下垂，然后吸一口气，吐气，哭下来。对，哭好了。那七条木翘个那脚直哦。好，来吸气，吐气个气气。好，再来一次哦。来吸，吐气，慢慢的哭下来。好，假使你动用力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正刚老师或者是锦荣老师的动作哈，哭哈那哈一带了。好，来吸一口气，吐气个气气。好，我们再来一次哦，吸，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哭，肚丝会够力，好，抬脚比买够力。好，来吸气，吐气再回来。我们过来走一遍哈，好，来吸，吐气哭下来。好，七条木翘个脚直哦，好，来吸气。吐气的时候，给起起来。好，那接下来，你有加一个动作，就是拧脚妹的动作。好，那我们等一下嘞，哭下来之后，起来的时候呢，让脚掌拧起来。好，大家来做一遍哈。来吸，吐气的时候哭下来。好，来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脚掌拧起来，我们身体规则起气。好，来吸一口气，吐气再回来。我们搞了一遍哈，来吸气，吐气哭下来，很好。来吸一口气，吐气起起了，而且让脚妹拧起来，脚掌拧起来。好，停留5秒，1、2、3、4、5。好，来吸一口气。吐气变下来，各走100哦哈！来吸气，吐气慢慢的哭下来。好，吸一口气，吐气起起来，脚掌拧起来，很好，身体赖切。1、2、3、4、5。好，来吸气，吐气再回来。好，那接下来你要走的动作就是夯切路哈。这也是一样，是练我们的平衡哈。哑铃靠垫，好，自然的放在身体的两边，然后吸一口气，肚丝够力。吐气的时候呢，往前走3步。好，来吸气，吐气的时候再回来。动好哈。那我们是靠那个哑铃的力量哈，然后带动我们整个身体往前走哈。来吸气，吐气的时候向跳前行3步。好，来吸一口气，肚丝够力。好，再往后，再回来。动好，我们再做一次哦哈。来吸气，吐气的时候向跳前行。对，慢慢的夯，很好，肚丝会够力咯，身体有起蹬。好，来吸一口气，吐气，够慢慢的，再往后行转来，很好。你今天走的轮头呢，走得让我们的关节有一点压力哈，那对于骨质的保留是很有帮助的。希望大家这副卡都可以做运动哈。今天轮头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早日聊哦。